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5月20开始，今仔官方嘛公布得奖的名单，6成拢是甲 AI 的运用有关系。另外，辉达创办人黄仁勋团讲已经来到台湾咯，也毋过昨暗有人去接机才看到黄仁勋的太太甲囡仔尔。机器狗动起来，伫大楼内部展开巡检，甲以往监视器的镜头无共，透过 AI 科技，也可以当去识别化。2025年电脑展就要到啊，官方伫13首先公布官方奖项，6成聚焦 AI 应用。也有过12年，中环电脑展的工业电脑头脚演化，新一代 AI server。甲以往走程式运算无共，将操作页面简化佮简化，互 AI 变得亲民，佮较有厂商开发智慧医疗应用。将医师的知识库跟大型语言模组结合起来，让 AI 学习，然后产生一个医师的一个数位分身。小小无爱照相，放伫诊疗室。直接变做医师助理，包括语音转录、自动生成病历甲决策资源、舒缓临床诊疗等等。各界厂商加紧热情，都伫12暗，辉达创办人黄仁勋的家后，还有查某囝甲后生3个人也到台湾。Lori, nice to meet you. Welcome back to Taiwan. 黄仁勋这个礼拜会来台湾，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等关税政策了后头一摆来台。传出15甲台积电高层会面，17会宴请台湾供应链高层。过来就是上重要的19发表演说，也有21甲全球媒体座谈交流，探讨 AI 上新趋势。这阵真有可能会公布辉达海外总部选址将基本的地点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